好，感谢无尽的天恩师德，感谢上天的慈悲、祖师的宏慈，以及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感恩老前人的五大牺牲，感恩前人、感恩父前人各位简传师的苦心栽培教育，还有我们策划的前贤大德来计划今天的这一个班会。那么经过了这个疫情的这个震撼教育，或许想在这边说，见到各位同修真好，有没有感觉到很好？或许有一个邻居，他刚从美国回来台湾定居，或许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会在后学附近买房子定居当后学的邻居？”他说：“我本来读书之后我就在美国工作，那么他在那边也置了产。”他的孩子、他的太太也都在美国这么多年，可是因为这是疫情的关系，他们深深感觉到只有台湾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决定把美国那边的做个处置，回到了台湾来工作。后学有个客户，他常年跑中国大陆，在10几年前就已经在中国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厂房公司，也营运得非常的好哦。那么呢，他在那边也很久了，做得非常的有模有样。那么他都是来往台湾啊、香港或者是中国。那么经过了这次的疫情之后，后学最近常常看到他在台湾出现。后学问他：“哎，你怎么没有再去中国大陆嘞？”他说：“回到台湾真好。”那么后学有个儿子的学长，他在几年前考到了一个很好的国外的学校，考了很高的分数，所以他经过了推荐进去的那个学校。他到现在还在等待学校开学。他告诉后学，他这么努力读书，每次都是班上的名列前茅，每次都是第一学府。他念了这个学校，他觉得他是全部的同学最羡慕的对象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可能必须中断在国外的求学，他要选择回来台湾再继续衔接他的学业。后学讲到这边，有没有感觉到台湾真好？有没有感觉到平安是福？在疫情的面前，学业、事业、工作，大家都得低头。在生死之前，我们大家都必须对他俯首称臣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后学想真心的跟各位同修讲，见到大家真好，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平安，因为大家都还能够同聚在这边。那么也经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激荡，我们开始可以重新来思考我们人生的规划、人生的目标。我们难道还要积极追求于我们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吗？工作、学业，甚至于财富，甚至于追求我们以前以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东西，原来在生死的面前，他们都微不足道。再简单一点来说，今天我们能够踏进道场，我们能踏进道场，能够很殊胜的得到了名师这一点，我们怎么样发挥它该有的价值、该有的光芒？一人一生一次机会，一钱一坤一点尊贵，这一点尊贵怎么让它能够发挥生命最高的价值？我们可以来探讨看看。所以后学呢，借由这次的课题再简单一点，来跟各位同修来做一个分享。前言，《论语八佾篇》里面谈到，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”那么在这一篇，夫子说，在过去的君子文人，他们必须学6艺：礼、乐、书、数、预射，学礼节。学音乐，弹琴啊，学音乐。那么学书法，比如说读书，比如说毛笔。还有呢，还要学什么？还要学算术，还要学艺术，学算术。甚至于呢，
要学会驾车，学会射箭，这是6艺。可是古代的文人在培养这个6艺的过程，他们不是为了要拿来跟人家一较高下，不是要跟人家比赛，比输赢，比高低。所以君子无所争，不是要跟人家比这些。像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教育，有国语文比赛，有心算比赛，有音乐比赛，有钢琴比赛，都要争个高低，争个胜负，对不对？可是古时候不是这样，他们是为了调养自己的内涵跟心性。他们学习这个的过程是要磨练自己的心，从君子之门能够慢慢踏进到圣贤之门，从不争而达到了无所争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反观我们现在的在教育过程里面，后学印象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因为后学的老师也是很注重升学，很注重分数，然后每次都会跟我们的同班同学说，考卷发下去，低于总平均，假设平均分数是70分，低于70分的同学，操场跑3圈啊。那个会笑的同学大概年纪都跟后学差不多啦，因为那时候的升学是挂帅第1嘛。那因为他讲了这句话，所以当我们在交换改考卷的时候，一张考卷从头看到尾，从正面看到后面，翻来覆去好多次，就为了抓那0.5分的错误。因为只要他分数比我低，我就不用跑操场了。在这个过程的之中，在比输赢、比高低、比分数的过程之中，我们失去了朋友，我们失去了友谊，我们失去了涵养，我们也失去了我们人跟人相处最和谐的一个契机。我们不懂，所以他说君子无所争，我们不是要为了跟人家比，而是从内心去降服我们自己。古时候射箭这个动作是用在战争，就是国跟国之间打仗的时候才要练这个。可是君子恶战，不喜欢战争，所以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技能用来比赛，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体育项目啦。我们有没有在学校有比棒球、比篮球这些体育项目？但是在比的过程里面是非常怎样愉快、有礼貌的，先请对方先上场，揖让而生，下而饮。那么比完了之后，不管输赢，不管高低分数，互敬对方一杯酒，非常的愉快。这是真正的君子之争。所以君子之争，无所争，就是君子的定义。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体育项目，如果是友谊赛还好啦，就大家触比啊，就大家握个手啊，你跌倒帮你拉起来一下。可是如果大型的国际比赛，奥运、亚洲杯、欧洲杯，或者是有100万或1000万奖金的这个比赛，那不一样咯。我拉你一只手，我踢你一脚，我台面下的什么动作都来了，为了怎么样能得到那个奖杯、那个冠军。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没有理，只有暴力，只有争夺，只有分数。所以争这个字眼本身，它就是一个分别心。争这个字眼本身就是一个自私利我，我要赢，大家都要输。所以夫子不提倡争，说君子无所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，射箭。后学想要问问各位前贤，我们在射箭的时候是射到哪边的分数是最高的？中心嘛。射到天空外面的分数高吗？不高嘛。那如果我们射不到中心点，我们是责怪天气太好吗？责怪旁边那个人长得太漂亮，或者是责怪这个箭靶太小吗？我们是怎么样要求的？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要求自己，是不是？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圆心点。精进菠萝蜜里面不断的精进，不断的精进，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好。自己跟自己比赛，自己跟自己争，为自己争一口气。赢得别人是英雄，赢得自己是圣贤。所以自己跟自己比赛，那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嘛。那我们在道场里面也是一样啊。学修讲办的过程之中，我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，就只有一个。坛经里面讲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。
我们就只有让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本来的面目，那一点才是我们要争的中心点目标嘛。但是我们在这个道场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们每天在射箭哦，每天都在射箭哦。可是这一箭发射出去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这一箭发射出去，是人心还是天心啊？是欢喜还是抱怨啊？我们自己有没有掌握得很好？还是责怪隔壁的，责怪天气，怨天尤人，怨这一条路给我不太好走。所以夫子告诉我们说，目标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自己跟自己争，失之正骨，反求诸己身，要求自己唯一而已。所以后续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再简单一点，也就是要求自己降服自己的心，达到那个目标，那个目标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。那么再来，我们来谈谈防疫新生活。今天后续来到了这里，看到了各位同修都有保持一个间隔距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做了一个防疫的一个空间跟一个措施啊？那么防疫新生活，后学跟大家来分享君子持中。后学讲到刚刚那个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朋友，他跟后学说，他从台湾过去对岸做生意，他要被隔离14天。那么呢，再从对岸回到了台湾，还要再被隔离14天，等于他被关几天啊？28天。那后学就很好奇啊，说那请问一下，这28天你在做啥啊？他说没有啊，也没有事情啊，就无聊啊，看看书啊，滑滑手机。那后学就给他看这个影片，我说那你有没有把3合1咖啡分成3个等份啊？这张影片是在我们中国大陆这边有前贤他们拿出来的影片。有没有看到？后学再移过去一点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3合1咖啡，然后呢，因为隔离28天太无聊了，就把3合1咖啡分成了3个等份，把糖、奶精、咖啡给分开了，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哦。那后学就觉得，天哪，那这样子一个动作非常非常的有趣。那后学再问他说，那多隔离几天，请问一下，那你在做啥？那后学就又翻了一张影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包泡面的调味包，它有7种口味。我说你这28天有没有把泡面的调味包分成7类啊？有没有啊？那么后学想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说隔离，他说就像坐牢一样被关起来，被关起来了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跟法师说，跟圣严法师说，法师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犯了一些过失，他要去坐牢。那么还好啦，就当作他去坐牢这1年是去修行啊。那法师说没有哦，他如果真正的解脱自在，他才叫做修行。如果他不能够真正解脱自在，坐牢就只是坐牢，坐牢就只是坐牢。因为坐牢分为心的坐牢跟身的坐牢。身体的坐牢很简单，把我们关在一个屋子里面，关在一个笼子里面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把我们放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放出来，我们身体得到了自在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有没有被绑住？那么真正心自在的人，他不管走到哪里，即使被关紧闭14天、28天，他一样非常的自在，他一样的无碍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那后学想问问各位同修，我们坐在这里是修行还是坐牢啊？我们的心真的自在了吗？真的自在了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自己如何自在。我们有没有常看到这张照片，这一个影片啊？后学印象中，在疫情最严谨的时候，每次到了大概几点的时候会有这个直播的电视，有没有前贤知道？下午2点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前贤知道下午2点是什么时间？
是什么时？点燃是慈悲。下午2点是什么时？未时。11点到1点是午时，1点到3点是未时。在午未交替的时间，我们每天都要见到时钟部长。上天非常的爱护我们台湾的前贤，提醒我们在这三期末节午未交替的时候，必须时钟，是不是？必须保有自己这一份良心，保有这一份善良，才能够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呢。有没有爱我们、疼我们？需不需要感恩？真的无限的感恩。或许每次在看这个直播影片，后者就想：上天怎么那么爱我们？我们是何德何能啊？所以每次看到时钟部长，后者的心里面真的从心里面开始告诉自己：我一定要去学习，一定要去努力，一定要去精进。所以君子时钟，时宇宙无限时间之理，指的是时间；钟大自然的运行法则，指的是空间。在无限的时间跟空间的运作之下，我们能不能保有我们自己？时间不停在流，我们会分7月3号、7月4号、7月5号，时间是没有停止的。当我们说这一秒的时候，这一秒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说这1分钟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一个早上的时候，这个早上已经过去了2/3了。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是同一个我，因为昨天那个我的细胞已经死了无数千万个，今天的我是重生的细胞。今天我的头发长出了0.01公分，今天我的血液流失了多少的比例？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，那么明天的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昨天的新闻，我们看看日本9州，我们看看缅甸，谁能保证什么时候你还有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？所以我们只能够君子时钟，保有我们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谨慎在我们那一把剑放手的时候，我们放手的那一个刹那，我们是保有什么样的心？那个才是我们成败的关键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次的疫情也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跟反省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影片。
情的关系，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，万物得到了喘息，地球恢复了本来的干净。我们不禁要去思考，原来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病毒。原来所谓的新型冠状这个病毒，它是来保护地球的。后学讲这样，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我们危害了全宇宙，甚至于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植物，所以上天必须派下病毒来保护这个地球，提醒我们人类，我们人类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，我们必须环保，我们必须爱护这个地球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，才是真正的慈悲。原来我们才是那个疫情啊！所以呢，防疫新生活后续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各行各业一起来防疫新生活运动。首先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时中部长讲一句话，后学觉得很有趣。他说：“爱有多深，然后嘞，距离就有多远，有没有？”所以，我们今天彼此都非常的相爱，所以距离都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。那么呢，还有呢，落实个人卫生，戴口罩，量体温。后学今天来到了圣堂，我们西医单位同修非常的慈悲，马上带了消毒水跟体温，量后学的体温。后学差点把双手举起来啊！每次到银行或是到邮局，都要被人家拿枪指着头，已经指得很习惯了。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出入各个场所要常常洗手，保持自己的卫生，还有出入要采实名制。就像我们成为理论跟美，再来就是我们出入各个场所要常常洗手，保持自己的卫生，还有出入要采实名制。